继续来到南投山区埔里往清境台14架线3.5公里的所在，因为土石的含水量超载转来崩山，一大片的土石、烂土甲满树仔根的大树，相掺染做伙上落大路顶。加在公所巡视的人员有警觉，赶紧来逃命，而且是哪走哪甲崩山惊险的瞬间甲翕落来。 石头一直往山顶连落来，好走！哎呦！一直崩山，树啊规丛挽起来，前对车路来，民众赶紧走。赛车驾驶看到这个情形，赶紧抹骨逃命。有够恐怖，那走较慢的可能会有崩山换台。啊，这样你们两个是要追到什么时候？ 规条路拢有土石也有树啊挡掉咧，两个工程人员一个举电锯，一个驶山鸟，锯树凹土要抢通。动员我们的抢修人员还有机具，那也在刚刚大约在9点半也已经先行抢通一个单车道的部分。那后续我们会再把剩余的土石的部分再做一些处理。大雨造成南投仁爱乡第14号架线3.5公里的所在崩山道路无法通行。 另外，仁爱乡第14号线埔务公路往雾社方向的中央桥车路有落落，国姓乡第二村有厝和土石仔剪到10几户的人赶紧撤离。仁爱乡头83号曲屏桥，这个水是愈积愈悬，根本到桥面啊！相关的单位伫警戒，落大雨的期间，咱的乡亲千万唔通挖近。